手通病，見到帳面有利潤就即刻想走，先鎖住2個百分比，其他慢慢算再諗。結果係輸嘅時候輸大，贏嘅時候贏細，就算勝率高，長遠都係會輸。今日講讓利潤跑嘅3種方法，以及幾時使用邊一種。追蹤止損3種方式。方式1，固定百分比追蹤止損。當利潤達到某個比例之後，把止損移到保本位，然後每當股價創新高，止損跟上移動一個固定距離。例如入場50元，止損47元，股價升到54元，你把止損移到50元，保本位繼續升到58元，你把止損移到54元。咁樣你確保已有利潤唔會全部套返去，但上方空間唔受限制。方式2，結構追蹤止損，唔用固定距離，而係根據 K 線嘅擺動低點移動止損。股票每次回調後反彈形成新嘅擺動低點，你將止損移到最新嘅擺動低點以下，只要股票繼續創新高，你繼續持有。一旦跌穿最新嘅擺動低點，說明趨勢可能改變，所以離場。呢個方法令你喺強勢趨勢中持倉更久，適合趨勢交易。方式3，分批止盈加追蹤止損組合。喺第一個目標位出掉1/3倉位，鎖定部分利潤，降低心理壓力，剩下嘅倉位改用追蹤止損，讓佢繼續跑。呢個方法嘅優點係兼顧咗鎖定部分利潤同唔完全放棄後市上行2個需求，適合心理上難以做到完全放手嘅交易者。場景應用示範：入場50元，止損47元，1000股，倉位5萬，風險金額3000，股票升到60元。方式1嘅阿文，止損已移到57元，繼續持有，保護咗7000元利潤，同時等待更多。方式2嘅阿珍，觀察到最近一個擺動低點喺58元，止損設57.5元，等待趨勢繼續。方式3嘅阿明喺56元，第一個目標出咗300股，鎖利1800元，剩下700股用追蹤止損，繼續跑到60元先俾人指出，共鎖利7000元。3種方法都優於喺55元就直接全部離場，因為都讓利潤跑咗更遠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，一有利潤就馬上全部離場，先走先贏。呢個心態嘅問題係你嘅盈利平均值永遠細過你嘅虧損平均值，就算勝率60%，你嘅期望值都係負數。讓一部分利潤繼續跑係維持正期望值嘅關鍵。錯誤2，賬面虧損後又讓它繼續跑。讓利潤跑唔等於讓虧損跑，讓利潤跑係有系統地移動止損，唔觸及止損就持有。如果你喺利潤時走太快，虧損時捨不得走，係本末倒置，係情緒決定出場，而唔係計劃決定。錯誤3，移咗止損之後，又因為市場波動把止損向下移返去。剛才移到55，但佢跌咗一下，我覺得應該俾多啲空間，改返去53。止損只能向有利方向移動，唔可以反向移動。向下移等於取消咗之前嘅保護，讓已有利潤面臨消失風險。總結，讓利潤跑嘅核心邏輯係移動止損，保護利潤，但唔限制上行空間。3種方法：第一，固定百分比追蹤止損，簡單適合新手；第二，結構追蹤止損，根據擺動低點移動，適合趨勢交易；第三，分批止盈加追蹤止損組合，兼顧鎖利同讓利潤跑。從今日開始，每次贏錢都問自己：我嘅止損有冇跟上去保護利潤？下一集講交易前必寫嘅交易計劃，6個必填項，讓你每次入場都有據可查。